1分鐘話你知，聖水洞4個性價比超高嘅店 Brandy Melville 平均價格3萬到4萬won就可以 get Blackpink 露姐同埋 Jennie 同款私服，難怪啱啱開幕時咧次次去都排長龍。品牌源自意大利，但喺韓國店咧加入咗韓國相關元素，風格簡約、青春且帶有休閒感，標榜 one size fit most。我個人覺得咧就係韓國嘅一般 free size， 大家都可以到現場試試。Liu Liu Lab Plus 係 Liu Liu 旗下喺聖水店開設嘅全新概念店，主打太陽眼鏡同埋配件，每一件咧都會大感嘆，價格會唔會太平？真係超 crazy！呢一間 CP 值直接俾佢200分。朋友問我要唔要買嘅時候，買啊，完全唔使諗。對面仲有 Liu Liu 聖水店，繼續買到爆。阿 Lino 之前就有介紹過佢哋家性價比超高嘅平價香水，終於佢哋而家開咗實體店喺聖水，大家唔使再喺文字中幻想香氣，而且今一次咧隨住聖水店嘅開幕，仲帶嚟咗3個香味 ：Lime Sunday、Galollywood、Patchouli Garden。我記憶裏面咧從來未為過香水有選擇困難症，今一次咧佢哋咧真係厲害啦，都加入咗木質調，香氣清新宜人且不俗，完全係我嘅菜。中意呢一類型香氣嘅朋友一定要嚟試香。新店期間仲有好多活動參與同埋攞獎品。Room Cafe 一間可以免費試用 Step Studio 嘅 cafe， 全棟共有3層，就一個簡潔風格。佢哋家咧主打烘焙，而且係純素。1樓同2樓咧係座位區，而今一次咧主要介紹嘅係3樓，只要喺店內消費，每人就可以免費使用 Self Studio， 而且係獨立房間，拍攝裝備一啲都唔 hea， 每人可以影3張，只要同意俾佢哋試用相片 ，DM 佢哋就可以攞翻啲原圖，仲有室外天台可以超下。想要呢啲店嘅詳情，留言加入全部發俾你，分享儲存同交憑情，追蹤我一齊地道識玩韓國，下次見，下咩拜用。